我衷心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善行書院歡迎大家蒞臨我哋今次被名為水墨之韻賴玉蓮教授水墨畫展嘅開幕典禮，我哋俾掌聲。其實係可以讓到我哋師生啦、中文大學書院甚至公眾咧，真係可以欣賞到賴教授千錘百煉，同埋真係充滿生命力、充滿創作力，係有時代感嘅畫作。賴教授咧就係嶺南派嘅四代嘅傳人，多年嚟咧係致力係傳播同埋咧係傳承我哋嶺南藝術呢一份中華嘅文化瑰寶。教授已經去到我哋一個境界，咁所以中間嗰個變與不變，似與不似同老師話咧，應該大家去慢慢欣賞下。賴玉蓮教授他的畫之後，使我想起叛逆、革命，但是永遠有一個傳承在裏面。今次嘅畫展嘅作品咧，係我經過深入嘅探究嘅成果。3、2、1。水墨之韻賴玉蓮教授水墨畫展正式開幕，2024年上年至完成。嗰個係一般嘅皴墨咯。呢個纖墨咧係取材於咧喺雲南嘅哈尼梯田嘅時候，叫做餘暉嶺河。我希望透過我今次嘅畫畫嘅少少心得咧，大家可以對水墨畫更多認識同埋了解。係有勵志嘅意思嘅。我哋每一日咧生活忙碌，呢啲係好色彩鮮豔嘅，一個走墨色為主嘅。咁你會覺得點睇咧？嶺南畫派嘅理念係乜嘢？就係折衷中外，融合古今，與時並進，開拓創新。嶺南畫派喺未來應該以乜嘢嘅方向繼續發展落去咧？與時並進啊嘛，同埋係要革新啦。你行個圈先至坐低再畫下嘅。我都係中意啦，夜闌人靜嘅時候畫畫嘅。我今日咧就放一粒種子喺你身上，希望有一日你哋能夠將佢咧茁壯成長啦，發光發熱。多謝大家。我同埋書院嘅使命就係繼續守護同埋發揚光大，係啊，嶺南畫派。